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7日，马太福音6章14节安尼讲：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。三甲来祈祷，充满疼甲怜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愿意赦免的主，你是无纪念阮的歹的上帝。主，你对阮讲，搁着用仁慈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是一个软弱的人，阮常常记得别人对阮的伤害，阮无法度了赦遐得罪阮、伤害阮的人，甚至阮的内心充满怨恨甲苦毒。主啊，求你除去阮无了赦的心，互阮用基督的疼来了赦人。因为当阮了赦人的时，阮才通得你的了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有对人了赦的心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